雕的艺术家廖启တင်伫雲林北港舉辦展覽40年來200多件作品。一粒一粒美麗作品，攏是兩雕藝術家廖啟တင်精心創作，展現伊將近40年雕刻的功夫。廖啟တင်為29歲時就開始佇咧學雕刻能，嘛將這個功夫研究40年。今年廖啟တင်就來到北港文化中心舉辦展覽。早期跌跌撞撞，唔知講能會使用什麼刀上適合，所以較即馬的經驗就是講，什麼種能用什麼刀。伫這邊展覽的作品內底，上特別的是，能內底佫有兩個雕刻作品，含了1000字的詩詞文學雕刻。用我的時間嘛，用超1年的時間，後面我所做的做1-2千粒。展覽時間到8月14日，歡迎鄉親同齊來到北港文化中心欣賞廖啟တင်用心創作的作品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